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客家名路学院。我是今日嘅主持人刘一慈先生。今日嘅主题非常有高级嘅气氛，我来讲到嘅就是节气。我每搭摆过节嘅时节就想讲，我要买乜嘅东西，要做乜嘅东西，我开有变数好嘛。今日整批嘅三台非常神奇强壮嘅短劇，我本大家嚟分享到過節前唔可能會講乜嘅，會做呢條事情，因為用百姓用客家話嚟表達，接下嚟嗱歡歡喜喜開始今日嘅考察。今日我嚟分享到嘅機器係喺日常生活當中一定會用到嘅哦。就像我同人朋友出去了解下，可能佢會問我，我是用面也係抗藥飯，可能你就對佢講，我較中意什麼嘅東西，或者係講，我較好吸收，也係糖鹽我，我就會佢講，我較中意吸收，我較中意糖鹽我，嚟表達自家嘅想法。故所咧，今日我嚟講到嘅機器，就係我較中意。按用百姓嚟講，嘅接下來，我就嚟紹介人家嘅機器嘅講法和個用法。客家話，我較中意，我較中意。華語的意思是我比較喜歡，我比較喜歡。我個中意。我較中意，我較中意。華語的意思是我比較喜歡。我較中意數位做嘅東西。我較中意數位做嘅東西。華語的意思是我比較喜歡木頭製的東西。我比較喜歡木頭製的東西。我個中意數位做嘅東西。我個中意數位做嘅東西。我較中意。華語的意思是我比較喜歡。我較中意天天的散步。我較中意天天的散步。華語的意思是我比較喜歡慢慢的散步。我比較喜歡慢慢的散步。南西演腔有人用版講，我個中意天天的散步。我個中意天天的散步。我較中意。華語的意思是我比較喜歡。我較中意一包糖誒。我較中意一包糖誒。華語的意思是我比較喜歡這包糖果。我比較喜歡這包糖果。我個中意一包糖誒。我個中意一包糖誒。大家有學會冇？我較中意一個機器，其實平常時在日常生活當中，老朋友哋嘅打嘴鼓家下，一聽就會問講，你較中意哪個？你就會回答佢，我較中意。咁樣擺起實際運用到生活當中，來了解一下。